喂，Hello，係 Eric。咁上一條片咧就同大家分享咗我過去呢一個月嘅開支啦，俾大家見到喺加拿大生活嘅一啲成本係幾多。咁今集咧就想同大家再講深入啲啦。我嚟咗加拿大都已經有7個月啦，呢7個月裏面咧，我喺加拿大生活嘅一啲感想啦，一啲同香港唔同嘅嘢啦，同埋回答一下咧一啲觀眾嘅問題，因為我發現咧有好多觀眾都問咗我一啲問題，而我係未去回答嘅。咁首先咧，in the very beginning，點解要決定過嚟呢？呢個係好多觀眾問嘅問題啦。咁其實我一開始決定過嚟加拿大嗰個原因咧，最重要咧，其實係想試嘅啫。最開頭咧，我係以一個 working holiday 嘅心態去過嚟，即係我見好多人咧都會嘗試下 gap year，即係喺大學畢業之後咧，有1年嘅時間去周遊列國啊，或者去唔同嘅地方去嘗試下生活，嘗試下體驗下唔同嘅文化，去再決定自己嘅人生路應該點走。咁同埋當時咁啱咧，加拿大就推出咗呢個 Stream B 嘅計劃，咁所以誤打誤撞地咧，加拿大就成為咗我 gap year 嘅目的地啦。咁因為我冇 BNO 嘅，我去唔到英國試嘅。咁你話日本啊、台灣嗰啲咧，去旅行就好正嘅，咁但係去做嘢我都係麻麻地。反而咧，我咁大個仔都未試過衝出亞洲去美洲啊、北美嗰邊生活，咁所以咧就係一個好好契機俾我去試啦。啱嘅咪留低順便拎 PR 咯，即係我最一開始嘅諗法係咁啊。PR 係其次，first priority 咧係 working holiday 嘅啫。翻最開初就係買個機會咯，俾自己嘅少少緩衝時間去試下。咁亦都有觀眾啦問我點解唔嘗試畢業之後喺香港試下做社工先？咁係嘅，即係我都話晒用咗咁多年時間讀書咧，唔貢獻翻個社會好似爭緊啲嘢。最主要係一個時間嘅問題，因為喺香港做社工咧係幾時做都得，特別係而家咧，我過嚟半年啦，香港嘅社工係越嚟越搶手，越嚟越多空缺。咁但係 Stream B 唔係咯，加上我而家呢一刻過嚟嘅機會成本咧係低啲。當我喺香港建立咗一啲嘢之後，再決定過嚟咧，呢一個決定嘅困難程度係比而家更大。可能去到當時就未必想再試新嘢，即係安安穩穩跟住條 pathway 去就得。咁我為咗唔想自己有呢一個嘅遺憾，咁所以就一畢業就過嚟啦。咁亦有觀眾問啦，幾時部署呢樣嘢啦？其實我想講，由 Pathway 一開始開放嗰陣咧，我已經係諗緊。咁不過奈何我嗰時係讀緊個 degree 啦，咁所以咧，即係我又冇可能會放棄我個 degree 過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就唯有繼續讀我嘅 degree 啦。讀完之後咧，先至即刻衝過嚟。咁係真係好快。講緊我24年啊，上年嘅7月16號，我先行完我嘅畢業典禮。我7月26號咧就上飛機過嚟啦。中間係得10日時間，安排到最盡㗎啦，最緊絀㗎啦個時間。咁但係部署咧已經係好耐之前已經部署。21年、22年開始，我已經係做 body check 入紙申請 OWP。咁另外有個觀眾問我啦，屋企人點睇我過嚟加拿大呢個決定啦？首先我好多謝屋企人嘅，呢個係真心嘅，因為佢哋係一個放養式嘅管治，佢哋對我係冇咩期望嘅。即係佢哋係想我健健康康啊，我唔死，開開心心，咁佢哋就已經係 OK 噶。咁所以咧，我話佢哋都好放手俾我去試咯。咁正正係因為咁我都係有呢個勇氣去試嘅。咁呢樣嘢係我覺得好多謝佢哋嘅事嚟嘅。咁之後呢個問題咧係極多觀眾問我類似嘅問題。我過到嚟加拿大呢度咧，有冇後悔？有冇遺憾？覺得值唔值得？坦白講呢條問題咧，唔淨止觀眾問我嘅，我身邊嘅朋友啦，喺香港嘅朋友啦，喺呢度嘅朋友啦，甚至我自己都經常問我呢一條問題。究竟我鍾唔鍾意呢度呢？呢一個係個靈魂拷問嚟嘅。OK，咁啊，藉住呢個機會呢，即係都喺呢度半年啦，我都可以分享一下我喺呢度嘅生活同我喺香港嘅生活係有啲咩唔同呢？咁首先可以講下呢個環境先啦。呢邊嘅環境呢，我係極之鍾意嘅。首先空氣好，其次人少，啲樓又唔高。即係除咗 downtown 嗰邊啦，咁所以咧嗰個感覺係好舒服嘅，同香港比係冇得比嘅。喺香港比你行條彌敦道，行條細街，哇，講緊啲人係逼到你要側身行啦，避來避去又驚撞到人啦咁樣。喺呢度係絕對唔會有呢個問題發生。咁同埋咧，因為我要拍片啊嘛，喺香港拍片咧係難到黐線嘅。我喺條街度咁樣拎住支嘢講嘢咧，我身邊勁多人又會聽到我講嘢啦，跟住又會影到啲人啦，跟住我又行唔到啦，因為前
面又要睇路啊嘛，係好困難嘅一件事。如果過到嚟呢一邊咧，成條街係極少人啦，人與人之間嘅嗰個 physical 距離咧係遠啲嘅，咁所以咧係好自由咁樣去拍片啦。呢樣嘢係 beyond compare，真係我係好中意呢度嘅環境。咁但係唯一唔好嘅就係呢度太乾燥咯，即係有陣時個嘴唇會瘋狂爆搽，要瘋狂搽潤唇膏咯。但係香港就唔會咯。咁跟住可以講下人同埋成個 vibe 啦。喺加拿大呢邊咧，嗰個人種係好 diverse 嘅。咁當然啦，印度人係一定係最多，因為我而家喺印度多。咁但係你話呢邊嘅人咧，我自己覺得普遍係比較 nice 嘅。咁特別係啲本地人，咁同埋佢哋有個特質就係好 feel free 去交流。即係有次我翻工啊，我見到兩個外國人啦，咁我諗應該都係 local 嘅。佢哋咧係本身係傾耳機嘅嘢嘅啫，傾下咧係可以傾到大家喺邊個鄉下，即係邊個省嘅。咁有陣時落大雪嗰陣咧，佢哋可以傾到去邊度滑雪啊，滑雪嘅裝備啊，係幾多錢啊，或者係有咩特性啊。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同佢哋嘅嗰個成長環境同埋教育有關嘅。因為坦白講，喺移民身上係比較少見，特別印度人同華人咧唔會咁做嘅，唯獨是一啲可能 local 或者喺度土生土長 CBC 咧，先至有呢個特質。我好 appreciate 呢樣嘢咯 OK， 即係佢哋係連落巴士都會講 thank you driver 呢啲嘢，咁所以咧我都被影響到啊 OK， 我而家上車都話 thank you， 落車又 thank you 咁。喺香港一定唔會咁做，俾人話黐線佬都似。咁至於你話係啦 as a comparison， 香港嘅人同埋 vibes 係點咧？即係我諗唔使我講，相信大家都知啊。普遍上大部分嘅香港人咧都係 poker face 嘅 OK， 冇咩表情啦，就算有都係一啲好惆悵、好苦惱嘅表情。咁當然啦，呢樣嘢我諗都唔係大家想，始終係返工啊、生活啊太過大壓力啦。In which 我自己當時都係咁啦，即係有好多不滿啊，好多煩惱，好多壓力，冇一個好好嘅渠道去釋放。係啦，跟住就可以講下娛樂啦。先講香港啦，其實冇得講，香港嘅娛樂咧係世一嘅啫，number one。你想要咩娛樂都有，主要係極之方便。想行山可以行山，想游水可以游水。但係嚟咗加拿大之後咧，我發現唯一一個加拿大比香港好嘅娛樂，就係加拿大有空間。過到嚟加拿大之後咧，係多咗好多朋友嘅聚會，而啲朋友聚會咧好容易約嘅咋。去佢哋屋企啊，咁樣食餐飯啊，玩下 board game 啊，好開心。講緊係大家再夾翻飯錢啊，每個人可能俾12蚊加幣左右，即係100蚊港紙都唔使。咁但係喺香港咧，你淨係 book 個 party room 咧都唔止100蚊，咁仲未計你買嘢食又要俾錢。咁同埋一班 friend 一齊玩一齊食嘢咧，喺香港係好難約得到啊。但係呢邊咧係可能真係冇咩娛樂。好容易約，咁啊好開心。咁當然可能仲有其他多倫多或者加拿大嘅活動，我未 join 過啦。咁嗰啲會係大自然偏向多少少啦。咁我都要再體驗下先去下定論，究竟會唔會好得過香港？咁但係 so far 你話一啲 luxury 嘅娛樂啊、消費啊、方便程度咧，so far 都係香港 number one， 冇得比嘅呢樣嘢。咁之後可以講下食物啦。咁戴定頭盔先，我係一個好傳統嘅亞洲胃，咁所以過到嚟咧，一係出去食好貴。一係就要自己煮，咁自己煮咧，我係唔抗拒嘅，老實講，但係又未去到好中意咯。咁你話同香港比咧，買嘢食相對又唔算貴，種類又多啊，特別係我最中意嘅壽司啊、拉麵啊，我過到嚟淨係喺出面食過一次嘅壽司，拉麵係冇食過。咁所以食方面咧，我覺得香港都係比較優勝。然後去到一個幾重要嘅部分啦，就係財政。關於個財政嘅詳情咧，喺上一條片有講到，大家可以去再了解一下。但係最簡潔而言，喺呢邊嘅財政咧，坦白講係唔係好搞得掂嘅，至少現階段唔掂。同埋我唔知幾時先會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迷惘嚟嘅。過到嚟加拿大之後，咁錢呢樣嘢亦都係我會考慮翻唔翻香港嘅原因之一。始終喺香港嘅話咧，我嘅收入已經係去到中產收入。咁不過我都要講翻喺香港度攞呢個中產收入嘅代價都頗大嘅。如果我喺香港做社工 full time 嘅話咧，我已經幻想到我做到成隻狗咁 OK， 即係大家唔知會唔會有呢個迷思，覺得香港社工好易做啊，帶啲阿婆去行山啊，同啲細路傾兩句啊，玩下遊戲啊，咁啊袋3-4萬，哇，筍到爆炸。咁其實當然唔係嘅，即係有好多嘅行政嘢，好多諗嘢上、危機處理上嘅嘢咧，我哋係接踵而來。
即係我哋社工行內咧有個講法就係啲錢賺埋都唔夠睇精神科醫生啊，因為壓力實在太大，放工係冇得放工嘅，有陣時係要 on call 添。咁所以呢筆錢係大，但係都有佢代價喺度嘅。咁至於你話呢邊嘅工作咧，壓力係冇乜嘅，相對而言就係揾得唔多咯。我會形容而家嘅工作狀況係暫時前途一片黑暗嘅，都係。有好多觀眾問我拎個社工牌未，其實我已經拎咗啦，我已經係安省嘅註冊社工嚟嘅。咁但係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啦，我係攞住 Bachelor 啊，即係大學嘅社工學歷咧。過到嚟呢邊咧，真係啱我嘅社工位咧係唔多，因為呢邊咧係比較着重一啲 clinical 做輔導類型嘅社工，而呢一啲嘅社工資歷咧，起碼係要 master 嘅。咁所以我呢個 Bachelor 同 master 咧係有一段距離。咁所以現階段嘅目標係咩咧？都係草中噶啦。大家可以見到後面個版，仲有23個禮拜咧就可以入紙 apply 呢一個 PR。咁應該咧入咗紙之後再部署啊。始終呢一個咧係一個主線任務。OK。咁可以再同大家分享一下我未來去向啦。買車方面咧，未 ready 嘅，我 G2 都未有，所以我打算咧8月尾之前考完個 G2，然後同步咧先至再買架前七啦。咁租屋方面咧，我一定會打算揾啲平嘅租，亦都有考慮過同朋友一齊住。咁到時再算啦呢樣嘢。工作咧繼續做嘅一定，因為草中要緊。咁睇下做夠1年或者再之後會唔會有機會轉翻本行啊？始終呢個都係運氣成分。讀書方面咧，我會諗住攞 PR 先。因為喺呢度讀書冇 PR 咧係極貴，我係完全 afford 唔到。咁最後啦，香港定加拿大，即係呢個問題咧，基本上係每一個移民都會有嘅問題嚟。究竟去定係留？因為始終我喺香港係有一條好明確嘅道路啊，一個月揾4萬，5年就可以結婚，10年就可以買樓成家立室，已經可以話係定義上嘅人生勝利組。但係我同時亦都有顧慮嘅，香港會唔會係我想退休嘅地方呢？現階段嚟講唔係，雖然話工作咧喺短中期咧一定係好過加拿大好多，咁但係未來係點樣呢？特別我聽到最近財政預算案啦，又話 cut 基層福利啦，又話將社會服務嘅開支減少啦，cut 社福界開支啦，即係本身我哋一個社工已經做緊2個社工嘅嘢，cut 咗開支可能要做3個社工嘅嘢，即係個精神壓力上我 handle 唔 handle 到呢？戴定頭盔先啦，呢個位我唔係想踩香港，加拿大一樣有佢好多唔好嘅地方，譬如你話10年如一日啊，喺地鐵講緊10幾20年都唔開新線啊，低效能政府啦，政策朝令夕改啦，重稅啦，相對物價又高啦，等運到啦，即係好多嘢都掌握唔到啦。你都咪話，可能我喺加拿大嘅未來都未必會好過喺香港好多。我會話香港令我留戀嘅嘢咧，得3樣嘅啫，錢、屋企人、朋友，咁我亦都幾肯定呢3樣嘢咧，會係我最後決定翻唔翻香港嘅關鍵。咁但係都係嗰句啦，現階段嚟講未係一個合適嘅時候去做決定，我自己都未答到自己。喂，係啦，咁今日條片都差唔多啦，解答咗好多觀眾嘅疑問啦，講咗我喺呢邊半年嘅一啲生活感想啦，一啲同香港嘅比較啦，都講咗少少未來嘅導向啦。咁聽日嘅我咧，絕對係有機會打低今天嘅我嘅。咁可能我再半年之後入咗紙，或者去咗玩啲唔同嘅嘢，又會有其他嘅諗法。咁到時咧，可能又會再開個1年嘅生活感想，或者係2萬訂閱嘅 Q&A 啦。OK，咁注意用片俾個 like 啦 ，subscribe 個 channel 啦，share 俾你朋友啦。咁我哋下條片再見，係咁先，bye。By the way，有好多人問我呢個 projector 究竟係咩型號？李新非廣告，我完全冇收過錢嘅。但係我呢個 projector 咧係 Samsung 嘅 Freestyle 2，咁我自己用落係還可以嘅，幾好用嘅。咁係咯，就係咁。